弟兄姊妹平安。喺講道之先呢，讓我哋同心禱告。願僕人口中嘅言語，弟兄姊妹嘅心懷意念，等蒙上主所悅納，引導我哋去明白你自己真道，好叫我哋嘅生命能夠得着更新同改變。奉主名求，阿門。今年呢係香港堂建堂90週年，我哋一班嘅同工喺每個月嘅第一個主日，都會特別安排專題嘅講道，藉住聖道同弟兄姊妹一齊去尋求上帝喺我哋教會嘅心意，攜手邁向蒙福嘅新里程。第一季我哋嘅主題係安息。1月份安息嘅主題嘅信息裏面提醒我哋，安息唔係乜嘢都唔做，而係心靈歸回上帝，依靠嗰個永遠嘅磐石，經歷從信靠而嚟嗰份嘅平安。而喺2月份嘅講道裏面就指出，真正嘅安息係喺困境同埋考驗裏面被練成㗎。上帝呼召佢嘅子民要回轉，喺信靠嘅裏面尋找嗰份穩固嘅平靜。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季嘅最後一講，喺安息同埋等候裏面重新得力。經文選自以賽亞書40章25至31節。呢段經文係以耶和華嘅事情，即係我哋點樣去等候耶和華為一個嘅核心，教導我哋安息同埋等候並非一種被動嘅無奈，而係一種深層嘅信靠。不過，如果我哋要去明白呢段經文裡面所講嘅安息同埋等候之間嘅關係，我哋首先要去了解呢段經文嘅背景。大家知道以賽亞書一共有66章嘅經文，主要分為3個時代同埋場景，分別係第一以賽亞由第1去到39章，第二以賽亞40去到55章，而第3以賽亞係由56去到66章。第一以賽亞主要係以南國嘅烏西亞、約坦、亞哈斯同埋希西家嘅時代作為背景，而第二以賽亞就係以被擄回歸嘅年代作為背景，去到第3以賽亞就係以回歸之後以斯拉同埋尼希米年代作為背景，前後總共橫跨咗300年。而今日以賽亞書第40章就係上帝透過先知第二以賽亞向當時被擄回歸走上曠野路嘅一班以色列民宣講嘅一啲安慰嘅說話。呢班人被擄去到巴比倫好多年，眼前見到嘅係一個好強大嘅帝國，滿天嘅偶像嘅權勢，佢哋身後係被毀嘅聖殿，失落嘅國家，佢哋信仰嘅熱誠慢慢咁樣去減退，心靈裏面越嚟越疲乏。喺漫長嘅夜晚上面，佢哋仰望住星空，嗰個星空彷彿就象徵住巴比倫嘅權勢同埋偶像嘅崇拜。佢哋心裏面充滿住嗰份嘅疑惑同埋失落。耶和華，你喺邊度啊？你真係仲記得我哋咩？去到經文第27節裏面記錄咗佢哋嘅心聲。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冤屈上帝並不查問。呢個唔係一個冷淡嘅回應，而係佢哋從心底裏面發出嘅嘆息。主啊，我嘅處境你係咪睇唔見啊？我嘅冤屈你係咪唔再理會啦？弟兄姊妹，呢種靈裏面嘅疲乏同埋質疑，其實對今日好多基督徒嚟講一啲都唔陌生。表面上好似冇乜事，照樣返崇拜，奉獻照俾，侍奉照去做。不過心裏面越嚟越去乾涸，好似揾唔到焦點咁樣。有人會話：我每日一起身就已經覺得好攰啦。有人會去講：我祈咗禱好耐啦，上帝點解仍然沉默啊？
有人喺工作同埋家庭嘅壓力之間掙扎，亦都有人喺人生嘅方向上面揾唔到方向而迷失。以上呢啲信徒生命嘅疲乏，正正就係當年以色列民佢哋嘅心聲。事實上，今日以賽亞書呢段嘅經文並唔係乜嘢抽象嘅神學，而係寫俾一班疲乏嘅人，一班喺黑夜裏面揾唔到方向嘅人嘅一種嘅勉勵。亦都因為咁，我好想藉住呢段嘅經文，同大家從兩個嘅方向去探討我哋點樣可以喺主嘅裏面重新得力。第一係學習安息，從我哋嘅道路去到上帝嘅道路。第二係學習等候，喺現實同埋應許嘅張力裏面堅持捉緊上帝。如果方便呢，我想邀請大家都打開聖經，以賽亞書40章25至31節，喺舊約聖經嘅第1061頁。以賽亞書40章25至31節，讓我哋喺上帝嘅話語裏面再次被更新同埋轉化。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冤屈上帝並不查問。呢句說話表面上睇起嚟好似係埋怨緊上帝，但係實際上佢係反映緊當時嘅以色列民真實嘅情況。原文裏面嘅語氣有一講再講嘅意味，顯示出呢個係佢哋長期以嚟嘅嘆息嚟㗎，唔係一日兩日有呢種嘅感覺，而係長時間都覺得被忽略。雖然佢哋仍然稱上帝為我的上帝，但係當中卻夾雜住不解同埋失望。我哋有時可能會有種錯覺㗎，以為基督徒應該成日都係充滿正能量，唔應該懷疑或者難過，好似有情緒就唔係好屬靈咁樣。不過聖經並冇掩飾呢啲嘅情感。如果大家睇下詩篇裏面，超過1/3係哀歌嚟㗎。詩人對上帝呼喊：主啊，你喺邊度啊？點解你唔聽我哋講啊？上帝冇刪去呢啲嘅祈禱，反而讓佢哋成為聖經嘅一部分。呢度話緊俾我哋聽，真正嘅信心唔係要隱藏我哋嘅情緒或者情感，而係要懂得將我哋嘅情緒帶到去上帝嘅面前。亦都因為咁，安息嘅第一步就係要喺上帝裏面如實咁樣去安放自己，停落嚟去承認：主啊，我真係好攰啊，我真係唔明白，我有好多嘅軟弱。弟兄姊妹，今日或者你哋喺信仰裏面都感到非常之疲乏，禱告咗好耐，環境好似冇乜改變咁樣，好多年嘅侍奉又好似冇乜成果，喺家庭同埋工作裏面耗盡咗心力，甚至可能開始懷疑緊自己嘅信仰係咪出現咗問題。我哋可能會問㗎，究竟乜嘢阻礙我哋走向上帝，進入安息呢？先知指出以色列民嘅問題，佢哋口裏面稱上帝為我的上帝，但係思想嘅中心仍然係我的道路、我的冤屈。換句話說，佢哋唔係去問緊上帝你嘅心意係啲乜嘢啊，而係問緊上帝點解你冇按照我嘅期望去行事啊？以色列民以自己嘅期望作為衡量上帝信實嘅準則，讓信仰變成咗一種自我滿足嘅追求。確實㗎，當我哋一切順利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去感恩㗎。但係當事情不似預期，埋怨就會浮現。主啊，你點解唔理我啊？如果你愛我，點解我會失業㗎？我咁忠心去侍奉你，點解我同我親人嘅病仍然都唔好嘅呢？
弟兄姊妹，從感恩轉為埋怨，往往係因為我哋嘅焦點從上帝係邊個轉為佢係咪按照我哋想要嘅方式去行事。真正令到我哋失去安息嘅，唔係嗰啲外在嘅環境，而係我哋內心深處嗰份對控制嘅慾望。我哋想決定上帝幾時去出手，點樣去做嘢。我哋想掌握嗰份嘅時間表，結果我哋越捉越緊，越嚟越攰。然而上帝呼召我哋要放手，讓佢成為中心，呢個就係安息嘅核心。如果大家睇返經文嘅第26節，先知叫以色列民要向上舉目，唔好淨係睇巴比倫嘅權勢，要記得星宿嘅背後仍然有一位創造主。冇錯，星宿嘅位置或者軌跡並唔係偶然㗎，而係由上帝親手定下嘅秩序。同樣，我哋嘅生命都唔係一連串偶然而嚟嘅意外。嗰個掌管星宿嘅主，亦都掌管住你同我嘅人生。當我哋肯停落嚟，向山舉目，唔再只係睇住眼前嘅困局嘅時候，先會有空間察覺上主嘅同在。不過咧，對於香港人嚟講，有時停落嚟，往往係最困難嘅一份功課。我哋好害怕去浪費時間，甚至覺得如果我哋冇生產力，我哋就好似毫無價值咁樣。不過喺上帝嘅眼中，安息並唔係一種嘅懶散，而係一種信任嘅表達。如果大家睇返創世記裏面所講，上帝喺創造之後第7日係點樣啊？歇下佢一切嘅工作。佢唔係因為攰而要去休息啊，佢係刻意去停止，佢要去宣告一切其實都喺佢嘅掌管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當我哋願意選擇停落嚟，唔再用手機，唔再急住去回覆信息，唔再以工作去填滿我哋每一個空隙嘅時候，而係選擇安靜喺上帝面前嘅時候，其實我哋就喺度宣告緊：主啊，你先係我哋生命嘅中心。弟兄姊妹，我哋嘅侍奉其實都係一樣，唔係先用盡咗自己，先再去揾上帝補位。相反，我哋要先去到上帝嘅面前，喺佢裏面得力，然後先返去我哋嘅崗位當中。簡單啲嚟講，真正嘅安息係叫我哋從我哋嘅道路轉回上帝嘅道路。如果我哋話安息係一種停落嚟放手嘅一種行動，咁樣等候就係停落嚟之後選擇持續信靠上帝嘅一種態度。經文第28去到30節裏面，先知將上帝同人作出咗鮮明嘅對比。上帝係點啊？係永在，不困倦，智慧無法測度。而人即使年輕力壯，亦都會疲乏跌倒。先知好明確去指出一個嘅真理：上帝係永不疲乏㗎，定係人會疲乏？喺現實中，我哋每個人都有撐唔落去嘅時候。有媽媽可能去照顧自己小朋友，同埋喺工作嘅夾縫之中筋疲力盡。有年輕人面對住唔穩定嘅前途同埋經濟壓力，感到彷徨。亦都有長者孤單咁樣面對身體嘅衰弱同埋心靈嗰份嘅空虛。亦都有唔少忠心嘅領袖同埋教牧喺繁多嘅侍奉裏面耗盡咗佢哋嘅心力。弟兄姊妹，嗰位創造我哋嘅主知道我哋一切嘅疲乏，佢唔係站喺高處去責備我哋，你哋唔夠屬靈啊，而係當我哋願意承認我哋真係撐唔住嘅時候，佢為我哋預備恩典，邀請我哋進入等候佢嘅生命節奏裏面。經文第31節咁樣形容：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生得力。原文等候呢個字可以解作為被拉緊嘅繩索，當中有喺張力裏面仍然持續信靠嘅含義。呢度去提醒我哋，等候並唔係一種被動嘅無奈，而係喺張力同埋拉扯之中，仍然緊緊咁樣去捉緊上帝。等候如果冇經歷張力，就唔會被鍛鍊出韌力，就好似繩索要被拉緊，先能夠顯出佢嗰份嘅堅固同埋實在。可惜喺我哋身處嘅社會裏面，追求速食嘅文化，我哋嘅信仰有時都係咁樣㗎。一撳掣就要有答案，一祈禱就想知道結果，一去侍奉就希望即刻見到果效。不過上帝往往係選擇喺慢嘅裏面工作。雖然佢有能力去改變環境，不過佢更加重視我哋嘅心點樣喺呢個等待嘅過程裏面被佢去轉化。先知咧用咗一幅好美麗嘅圖畫嚟形容等候耶和華嘅人。佢話：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我哋一聽到如鷹展翅，好自然會聯想到自由高飛。不過有聖經學者去指出，呢度唔單止係去形容高飛嘅畫面，同時亦都隱含住換羽毛嘅過程。如果大家熟悉鷹嘅特性，佢哋要去重新得力，係需要退居喺一啲幽僻嘅地方，拔去佢哋嘅舊毛，等待新毛嘅長出。喺呢段時間，佢哋睇落去好似係一事無成㗎，唔會再高飛，唔會再去捕獵，但卻喺暗暗裏面，佢哋被更新。同樣，上帝都容許我哋經歷呢啲嘅靜止期，服侍好似冇乜突破，生活好似重複又平淡，禱告有時又好似冇乜特別嘅感動。外邊看嚟好似停咗喺度咁樣，不過內在卻開始慢慢去被塑造。喺呢個過程裏面，上帝一根一根咁樣去拔出我哋生命裏面嗰啲嘅舊羽毛，嗰啲自我保護嘅機制、虛假嘅安全感、內心嘅驕傲同埋執着，直到我哋學識唔去再依靠自己嘅力量去死撐，而係靠聖靈嘅風去飛翔。呢個過程唔一定舒服㗎，甚至可能好痛苦。但係正正喺等候之中，重新就開始萌芽。上帝喺靜默裏面更換我哋嘅翅膀，讓我哋日後能夠飛得更高，飛得更遠。當我預備今次講道嘅時候，留意到經文編排上面嘅細節，當中係咁講㗎：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照常理嚟講呢，我哋會以為應該係點啊？先行走，跟住再奔跑啦。定係先知點講啊？佢話先奔跑，後先再講行走。喺呢度似乎要去提醒我哋，信仰嘅高峰唔係短暫嘅奔跑，即係單靠嗰份嘅火熱、感動、大型嘅事工、好亮麗嘅果效。更加重要嘅係長久嘅行走，就係喺平凡嘅日子，喺重複嘅生活裏面，仍然忠心跟從主。今日有唔少嘅基督徒，雖然身處喺一個信仰嘅行走期，即使生活冇太大嘅突破，信仰冇乜太過亮麗嘅見證，但佢哋仍然願意每日堅持忠心咁樣去工作，照顧屋企人，為人去祈禱，喺看似唔起眼嘅崗位上面去服侍。今日嘅經文話俾我哋聽，以上呢啲嘅行動
正正就係等候耶和華裏面最重要嘅實踐。我哋要喺現實同埋應許嘅張力當中，堅持捉緊上帝。事實上，上帝看重嘅唔係我哋能夠跑得幾快，而係我哋能夠行得幾遠，行得幾穩。講到嚟呢度，我必須要去強調，呢段經文唔係單單對個人嘅一種安慰，更加係對整個嘅群體嘅一種嘅呼召。當年以色列民唔係各自單獨咁樣翻去耶路撒冷㗎，而係作為一個嘅群體，一齊踏上回程嘅路程。同樣，香港堂嘅更新並唔係去依賴某幾位領袖嘅火熱，而係需要整個嘅信仰群體共同學習安息同埋等候。因為當教會嘅焦點唔再只係策略、表現、數字，而係一齊去尋找喺上帝裏面嘅安息嘅節奏嘅時候，我哋先能夠重新得力，成為呢個城市裏面嘅盼望嘅記號。上帝呼召我哋停止再去依靠自己嘅焦慮去搞旺教會，停止用人嘅方法去解決一切嘅問題。相反，我哋需要回歸同主之間嗰份愛嘅關係，耐心等候佢嘅帶領同埋時機。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教會就唔係單單係一間運作良好嘅機構或者公司，而係一個真正依靠主嘅有力群體，讓疲乏嘅人能夠入到嚟我哋呢度裏面，學習嗰份真正嘅安息同埋等候。弟兄姊妹，為咗讓今日嘅信息唔係單單停留喺我哋嘅頭腦上面，我好想邀請大家喺3月份一齊去實踐一項簡單嘅屬靈操練，就係意識省察祈禱。週刊裏面呢已經刊登咗3月份主題講道嘅延伸資料，裏面有一個 QR code， 當中係包括咗呢份嘅指引。呢個唔係一個好冗長或者難行嘅操練，而係每日大概用15分鐘，俾自己一個同上帝面對面嘅時刻，重新去學習喺佢裏面安息同埋等候。大家可以喺每個晚上揾一個安靜嘅角落，按以下嘅方向去祈禱。先安靜片刻，邀請聖靈去光照我哋。然後為住今日任何值得感恩嘅事情，向上帝獻上感謝。可能係一句嘅鼓勵，一餐嘅晚飯，一次嘅保護，或者一個小小嘅喜樂。呢個微小嘅一步，其實幫緊我哋由我哋嘅冤屈轉向上帝嘅恩典，進入安息嘅入口。之後喺上帝嘅面前，誠實咁樣去回顧我哋今日係乜嘢嘅時間，我哋感到同上帝特別接近呢？係乜嘢嘅時間，我哋係靠自己嘅衝動去行事，以致我哋感到疲乏呢？我哋唔需要去粉飾，亦都唔需要去自責，只要坦然咁樣去呈獻，讓主去光照我哋。如果有焦慮、懷疑同埋不安，就將佢哋如實咁樣放喺主嘅面前。如果今日我哋經歷到平安、得力同埋盼望，我哋亦都為此獻上感謝。弟兄姊妹，呢個就係安息啦。我哋唔需要否定情緒，而係將一切帶到主嘅面前，讓佢去擁抱。最後以主禱文去祈禱，將明天交託俾主。然後帶住安息嘅心入睡，以等候嘅心迎接新嘅一日。盼望呢個簡單嘅操練能夠成為香港堂弟兄姊妹喺3月份裏面一個同行嘅屬靈旅程。喺日常生活裏面，我哋學習停低、聆聽，喺嗰位永不疲乏嘅主裏面重新得力。以賽亞書40章提醒被擄回歸嘅以色列民，
同時提醒我哋在座每一位，信仰嘅關鍵唔係上帝喺邊度啊，而係我哋行緊乜嘢嘅路。當我哋只係執着我的路嘅時候，上帝就變成配角；而當我哋願意行喺上帝嘅路嘅時候，我哋就喺安息同埋等候之中重新得力。安息唔係要掩蓋真實嘅情緒，而係要將嗰啲嘅埋怨、疲乏同埋疑惑帶到主嘅面前。等候亦都唔係一種消極嘅放棄，而係喺張力嘅裏面仍然選擇捉緊上帝。當我哋經歷咁樣嘅安息同埋等候嘅時候，我哋就唔會再返去以前嗰種可能只係靠自己去死頂嘅狀態，而係被主更新到另一個嘅層次，就好似鷹換上咗新嘅羽毛一樣。親愛嘅弟兄姊妹，今日上帝藉住經文去提醒我哋，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我們必如鷹展翅上騰，我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願主親自引領香港堂全堂嘅弟兄姊妹喺90週年裏面，我哋一齊去學習安息同埋等候，喺疲乏嘅世代當中，成為一個得力嘅群體，見證上帝嘅榮耀。誠心所願。